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老师，你有看过青梅的人，佫会当做官的无啊？青梅做官，那想无呢？哦，但是有一个将军，佫会当领部队，会当指挥部队。这真正是青梅还是假吼？啊，为什么伊会变青梅？等下老师要甲咱讲。而且老师讲，今仔即个人你一定爱熟悉。毋知影有人知影无？就是咱基督教的开始对无？因为伊较有后壁的这福音。现在基督教内底圣经讲的一粒麦仔若无死，就犹原一粒麦仔若死去，就结出足济粒。即个就是迄粒麦仔，基督教的迄粒麦仔，第一粒。所以咱会当看老师后壁，看我后壁吼，拢是咱搁伫布拉格哦。袂记哩的人吼，顶两集咱拢伫布拉格遮吼。即个上水的教堂吼，厝顶上水的。嘿，对，咱今仔日要来看一个正特别的故事，而且吼，等下搁有分两派哦，毋是苹果派。来了解胡适即个人，即个人咱应该爱捌伊。所以今仔日爱甲耳孔拍互开，咱会考试吼，看在你会记得几下派无安尼吼？即个人杨胡适吼，伊个名杨胡适。是。伊是伫1372，即个是马丁路德，咱拢知影马丁路德的改教的运动。但是伊是伫马丁路德以前100年。听讲就是马丁路德是伫以后的100年，所以咱咧讲迄个第一个从基督教，就是讲甲圣经直接互所有百姓读的，第一个讲出来就是伊本来圣经是袂使黑白互人读的哦。普通话友是袂当读圣经的哦，干那神父才会当哦。是，而且迄个听讲圣餐嘛是袂当像阮安尼吼，逐个月拢会当，个人逐工拢会哦，食饼是。胡适吼，伊是捷克，就是布拉格大学啦，也阮仔是叫做查理大学啦，伊是即间大学的校长。主张呢，就是讲信仰爱用圣经做上悬的权威，毋是听任何一个人讲。教皇阮仔袂当赢过圣经，伊的主张是安尼啦。所以教皇即寡腐败的代志，伊拢坦白讲出来，因为伊是一个神学教授，伊会晓，伊阁用捷克的语言伫遐讲道理互人听，大家拢听有。因为普通的礼拜是拢爱讲拉丁文，百姓拢听无啊。但是伊就用捷克的语言伫遐讲，伊是一个讲道啦。听无就反对，是啊，伊个反对迄个赦罪券。迄阵天主教毋对，为什么伊爱卖赦罪券呢？因为迄阵发动是义军的战争，爱足济钱，钱要倒回来。就是讲安尼好，咱来卖一款印一款券啊，讲这10000的，这100万的，你若买着，就会当甲你较早的恁祖先啊，迄罪拢来洗掉啊。安尼这较厉害。老师，我有听过迄个买椅仔，就是教堂内面有迄椅仔会当坐头前的无？来，嘿，所以椅仔爱付钱，嘿。这买做，所以因为即款的反对，引起天主教会的不满，不满，所以1415年的时候，胡适就互人邀请去德国康斯坦茨参加大公会议，就讲你来参加会议，你来讲你的道理是正确，叫伊来辩论就对啦。胡适即个教授就毋知影人安怎甲伊设计啊，伊就想讲好，我要来辩论。去互骗去。结果伊就去啊，伊就去参加开会啊，去参加开会，一声就互人掠起来。
你后壁就甲伊审判，审判讲好，你这是异端，这叫做这有主导罗网，咩讲？自投就互掠去，掠去伫7月16，1405年7月76啦，7月76，就用火甲伊烧死。这阮翁诶生日呢吼，人真有意义哦，去互火烧死诶人。用火甲伊烧死，烧死以后，伫布拉格遮诶百姓。伫遐听伊讲到足侪人啦，就他们就不满啦，讲你甲伊骗去甲烧死，就想发动即款诶战争。老师，我就想到耶稣吼，你看有一个人死，有一个人生，对无？耶稣一个人死，就足侪人拢活起来安尼吼，所以真无简单诶一个人吼，去互火烧死。但是呢，为虾米佫讲伊看袂到诶教会是安怎呢？咱来看啦，即个人吼，为虾米我特别要讲伊？因为吼，伊对教会诶见解，值得咱即摆参考啦。伊讲教会毋是讲一间厝，一寡人，恁伫啥物教会安尼佫是教会，伊毋是安尼。伊诶意思是讲，教会是即款无形体，毋是讲迄间厝，毋是迄间教堂啦。毋是讲迄寡人，毋是啦，伊是讲教会应该是受上帝拣选，就是呼召诶信徒，所联合起来做一个对圣经诶人物，对，就是讲家己诶生命愿意奉献伫上帝面前，叫上帝来使用遮诶真诶基督徒。伊讲即款所造成诶组织，甲是教会啊。所以教会毋是讲迄间厝，毋是讲迄，其实是应该讲一寡人啊，一寡同心合意、行动福音诶一寡人，安尼恁就是教会啊。无一定爱水水啦吼，像阮即阵拢无一定讲要有一间厝啦，无一定。无一间厝，你就是无一间厝，无一间教堂，有哪会当成做教会啊？伊个意思啦。所以讲我愿意顺探良心甲真理，就是安尼，因为安尼来牺牲生命也甘愿，所以伊就安尼来牺牲生命。所以伊嘛就有最重要一点就是，迄阵对服侍以前所有诶圣餐，就是讲领圣餐诶时，就是饼甲酒、葡萄酒嘛，甲无加饼嘛，无酵饼，是即两项啊。即两项，但是天主教迄阵是规定讲，普通诶会友、普通诶信徒袂当食酒啦，领受酒，迄干那神父才会当。普通人敢会当食饼。伊就服侍就讲圣餐是一款意义，就是讲，因为这是耶稣诶交代嘛，讲恁爱纪念，就是讲恁爱啉即个杯，恁爱食即个饼，为着要纪念我。耶稣毋是有交代，所以服侍伊就讲耶稣交代安尼，就是讲逐人拢爱领受，迄个杯甲饼。拢有即个原理，毋是讲你较敖，所以你会当食酒，我较无地位，所以我袂当啉。即张图是咧讲是军队服侍遮个人，后来因为教会阁有一寡国王较厉害起来，就拢互流放啦，因真可怜啦。你看，阁有一个拢互流放，来讲因诶财产互没收，阁互人赶出教会。较早来讲赶出教会是足艰苦诶代志，咱即摆人是讲拜托你来教会，较早毋免拜托，逐个人拢要钱去教会啊。甚至教会讲你袂使来，伊就足见笑。较早甲咱即摆无共哦。互人赶出，财产没收，这个是较早互流放。对，所以即阵诶人你若未去教会，赶紧来客入去哦。即摆人自由你要去就去是无人敢甲你赶出来对，就是即个服侍你纪念即个人诶。服侍里布拉格迄个广场内底有一个
即个做了真坚固，拢做乌色的。足水的一个。伊的改革，伊的宗教改革的影响是真大哦。你看，后来就真做有一个教派叫做胡斯派。迄个胡斯派有人主张爱战争，就是讲一定爱甲天主教完全并过，袂使阁用因家己的法度啦、组织拢袂使。另外一派讲，无要紧，咱有哪用原底天主教的崇拜方式，毋过咱有一寡教义爱甲改变，是讲较温和啦，一款是较激动啦，所以就分做两派。咱若看即个名，可能看袂出来哦。等下吼，考试哦，看觅你敢知影即个是啥物意思吼？塔博另外一个是乌特拉基，这是用伊的拉丁文吼，还是迄个？伊的拉丁文翻译的意翻过来的，是个意思，就是讲。等下你就知啊。所以伊是用捷克吼诶语言。因为普通你看在地所在哦，因为。像咱台湾也共款，台湾西教署来台湾传道理的时阵，伊并无用官方的语言，也无用英国的语言，因拢英国人来台湾传道，伊着学较紧学台湾话，然后佮做台湾字，然后佮用台湾话来讲道，所以咱的台湾话是宣教师翻的。伊个字啦，台湾字是宣教师所创造出来的。所以有那安尼，胡适有那共款，伊用捷克语，爱着讲道，直接叫所有百姓啊，大家拢直接读圣经。安尼，捷克的人的民族意识就较强，语言的认同也较强，就影响后来改革的运动。改革咱像德国有一个马丁路德，即个大家基督教拢捌伊。马丁路德的改教，有无？后来个英国的清教徒，英国清教徒是一款足圣洁足简单的生活，因无爱追求足富裕啦，因的生活真简单。后来去美国的遐，找有野花好去建立新大陆美国的。就是清教徒啊，甲瑞士有两个人一个慈运里，一个加尔文。咱足久以前讲过。尤其加里文加尔文，伊目前的教会内底，咱讲占大部分，拢是伊的教派。影响点咧，因遮所有的人的影响是受胡适的影响。是，所以。咱基本要来讲即两派哦，一个派毋是苹果派哦，一个叫做圣杯派，就是咱拄才讲的乌特拉圭子。乌特拉基派就是圣杯的意思啊，就是讲伊就主张讲所有的人拢会当领受圣杯，代表耶稣的血，要洗清人的罪，讲大家人拢会当领受。是，毋免战争啦吼，对。伊就无主张，伊无主张战争啦，另外一派是爱战争的吼。所以就安尼吼，因为伊较主张温和，慢慢就互教会来拖咧行，结局就是从合落去伫波西米亚国家的宗教的体制，就是天主教的势力共同拢存在啦。毋过后来佫有人遮个人有一寡人就家己组织一个叫做兄弟会，迄个兄弟会就过一个足清苦的生活。后来迄个兄弟会真正参加迄个马丁路德。应该有参加啦，这个是。好，再来第二派叫做正史派，塔波尔派，叫做塔波尔派，就是正史。因为主要的组成是一寡较山乡的人，农民啊、工人啊，甚至
有一寡神职的人员，但是伊是较激动的吼，思想主动改革，完全改革，认为教会应该爱倒转去圣经的原始的基督教，就是使徒时代的基督教。所以就发动战争。所以福斯的战争其实拢是即派的人咧战。而且因阁有一个新的什么战术。因有一个青面将军，人叫做青面将军，即个因为细汉就一对目睭无看到，后来又参加足侪场的战争，所以伫即个福斯的时阵伊变成领导，伊领导遮农民工人起来组成军队。伊军队伊敢知伊会当发明战车？迄个时阵还未有装甲车伊就发明讲，甲足侪张马车，甲伊结做伙，变成一个堡垒一个足大个所在。对方拢骑马兵嘛较早骑兵拢骑马咧相战，但是伊有足侪张迄个马车，甲伊结做伙时，迄马就无法度冲。咱像即阵的战车的原理因的人因的兵就秘伫迄个战车后壁，就要射箭啦，还是要安那用什么办法来拍遐个骑马啦？所以大概射箭拢赢。安尼这较厉害。毋免想，阮遮爱起城堡对无？阮遮起一堆城堡，这真正会当。真个流动的城堡啦。流动的城堡。这是伊发明的即个青面将军发明的。到最后因青面佫会当。伊战争佫再互人拍另外一对目睭无去，所以就变两类拢无看。伊两类拢无看，佫会当听到迄个声音，还是讲别人甲报告的情形，伊就讲爱安怎兵爱安插伫对，爱对偌济人伫对，佫会当调派军队所以是足厉害，青面佫会当指挥。Jessica ，Jessica 就厉害的。所以战争的时拢是赢的，用无输的直接用听的较厉害。故事我第一次布拉格的点糖这就是震惊糖对糖来点喙了，对啊，点糖的事件。就是1492年布拉格的市民，因为本马天主教的官员。其实咧做官，迄种宗教甲政府的官员拢是共，是那政教合一的所以因就冲入去一寡就是讲一寡百姓就冲入去市政厅，就甲足侪天主教的议员甲点出去窗外口。国王听到即个代志，当然真生气。即个国王是啥物？哇，吃啊！乌四四，即个四世是啥物？就是乌目睭迄个啦，毋是啦，乌共挂纸迄个啦。挂纸迄个，咱前日讲有一个新华人挂纸，佮等落迄个，就是即个国王。所以伊甲新妇挂纸等落去河内面。伊无偌久就死去伊死去以后，因为死去以后，国家就无领导诶，所以福斯诶兵就爬起来，正式就是开始战争了，对。是，所以这个战争15冬。因为就是拄则迄个战术派诶。福斯的迄个其中一个第一次的布拉格的抛窗，就是点窗的事件。这做名的大家有听过无甲迄个议员直接等出去窗外口呢。而且毋单一摆尔，听讲佮第二摆就是。第二摆第二摆个点窗的事件，就发生30年的战争这个是阿布斯王朝的起来。阿布斯堡王朝这个所在就是老师迄个。迄是福斯的雕像。就是伫这个所在。石像就是伫迄个所在。咱会记得咱顶礼拜。咱有讲过天文钟。天文钟咱捌讲过。天文钟对，来
这个是一个咱嘛查讲过迄理大桥，个这个桥，迄个查理桥。大桥。哦，咱讲到即个，来即阵行来遮吼，后礼拜要搁去讲另外一个所在哦。这咱先来看提恩教堂。叫提恩教，即个提恩是一个所在啦，其实伊是一个圣母，叫做圣母教堂。吼，是纪念玛利亚。对。14世纪诶是主要诶教堂啊。伊即间教堂悬是80米，咱前届讲迄间教堂悬是97米。所以即个即间教堂为虾米特别爱讲？伊拄伫胡斯诶上无外项，胡斯迄个上就一直咧上即间教堂。即间教堂吼，就是较早胡斯战争诶时，胡斯霸占起来，霸占起来正做一个指挥中心啦。是安尼。胡斯派指挥所。是足水吼，一个教堂，逐工拢几啊万人踮遐看。但是即个是哥德式诶建筑。几百万人来看着。历史这边特别有意思哦。你看即身胡斯诶像伊诶头毋是正面看，是越头越里到花边。伊诶头是越过到花，两个人咧相像。那像一直甲像，你像哪像咧讲哦，哪像咧讲你较早甲我小是，还是讲你较早迄笔火，目的是要甲即个我讲诶迄个主张完全甲烧掉，结果敢有烧去？烧无去啦，毋但烧无去，佮变成后来几啊百年后，成做人思想诶中心。所以真理是永远烧袂去诶。迄把火，真做迄把火啊，就是世界诶光啦，将真理来照亮全人类。虽然人用火来所有诶人会当看圣经，你着捌真理。所以圣经约翰福音8章31、32讲。耶稣就对信伊诶犹太人讲：恁若常常踮伫我诶道理，就真正是我诶学生。恁要捌真理，也真理要互恁自由。所以自由对倒位来，对捌真理。要怎样捌真理，就是爱读圣经。对哦，这谈足侪人诶想法是倒变诶。昨有一个人问我讲：恁迄什物信上帝？圣经一大堆规定哦，安尼敢有自由啊？吼，是讲上帝甲你控制你诶思想安尼吼，其实毋是吼，上帝是要互咱自由诶，对无？互你捌真理，你真理才会当自由。是，你若毋知影啥物货是对诶，你就会去互无好诶，还是毋对诶物件带咧走。对哦，做一个诈骗集团，即阵真正是足厉害诶吼，就是可能你拢毋知影啥物代志发生，你诶财产都拢无去啊，还是钱都去互骗了去。即张图咱就历史诶对看吼。是，所以毋惊火烧，毋惊啥物，毋惊凄迷，只惊看袂着真理，对无？凄迷咱无要紧，真理若捌，你诶心内着明白，着得到自由。是，所以看到遮诶观众朋友，爱会记家己试一个赞，多谢来甲咱捧场诶吼，今仔是录影吼，但是阮会搁继续伫边啊，跟你讲话哦，会看你诶留言，所以你若有啥物感想，会当甲阮分享安尼。今仔真欢喜，多谢老师甲咱讲一个基督教胡斯，大家拢爱记咧，吼，分做两派，会记咧无？
一个主要圣的杯派，方式对吧？就是应用后来的马丁路德就是逐个指人拢会当引领加尔受，文。是上帝的恩典吼，佮一个是战争的，其实拢希望会当和平吼，希望即阵咧战争的人伊会当自由对无？得到自由，毋免佮用即个方法来为什么来保守家己的物件吼？上帝拢会帮助咱对无？上帝伊希望咱拢会当平安吼。祝福逐个人平安喜乐。后礼拜一下暗同款时间，台湾8:10，泰国7:10，澳洲2:10，搁做伙来讲故事。多谢老师。谢谢罗乐。